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镜头首先带您看到高雄，谈了20多年的高雄海岸线公路是否露出了曙光？高雄市议员黄秋英与李雅慧日前邀请到公路局与居民一同举办公听会，争取台61南延高雄的路段，沿茄萣永安梓官海岸，再接原港路进到高铁左营站，平衡地方发展。谈了20多年的高雄海岸线公路再度露出曙光。公路局先前规划的台61南延高雄，是在协定后与台17线并行，经过永安梓官再衔接南海路。高雄市议员黄秋英日前举办公听会，共有400-500位居民参与。议员提出在茄萣永安架设跨海大桥，在永安梓官区全区走滨海路线，完成高雄海岸公路。能够从台南那个安南下来的时候，就尽量的靠西边的海岸线，能够让走这条高速公路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南部海岸线的美以外，也能够跟台17尽量并行的部分能够拉出一段距离，这对地方的交通繁荣会帮助比较大。黄秋英更说明，过去海岸线公路无法实现的主因，是因为无法跨越茄萣区的风力发电厂。现在电厂退出台湾，跨海大桥就有机会实现。这一家风力发电厂，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结束了营业，所以我们海线的机会又来了。因为这一条跨海大桥来说的话，是我们永安、茄萣等海线的居民盼望了20几年的一条路线。那我希望说，它能够透过台61中央公路总局的路线来完成这一条路的规划。高雄市议员李雅慧希望整个路线经过蚵仔寮渔港后，再衔接右昌原港路与新台17线，接续到高铁左营站与国道10号。而高雄段即使台南环评没有通过，也能先进行。先来做可行性的评估，在路线上，好，那这样子同时进行。未来即便是在台南那个部分，没有办法，还是有自然难行的地方，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这边可以再做，我们可以先来做这个相关交通开发的可能。好，那到我们最近的这个新台17线好的这个交接处，好，可以有从北到南就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交通海线的链接。议员认为，未来北高雄将成为科技零组件重镇，打通交通有助于货运交通，让水产甚至是高科产品更便利运输到各地。记者潘之光、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市新兴区目前尚未有社会住宅，国家住都中心计划在新兴公园旁新建3栋社会住宅，但基地内的容之屋与100年老容是否保留，引发地方关注。市府与住都中心都强调尚未定案，但地方意见已经出现分歧。绿油油一片的公园，就宛如城市的肺部一样。这也是高雄的新兴公园，目前预定在旁边的基地新建新社宅，但是可能会影响到这棵100年老树，以及拆除旁边的容之屋，引发了地方民众关注。对啊，那么大棵的应该要把它保留下来啊。迄个榕树早时啦、暗时啦，都是拢有人伫遐咧运动，介济人啦，尤其拜六啦、礼拜有一寡迄个剑术的啦，嘛拢有伫遐咧活动啦，是阮历年这个举办迄个什么活动嘛是拢伫遐啦。容之屋是2战后保留下来的美军宿舍，2022年以老榕树之屋的理念整修，由社区志工认养经营，平时提供给居民办理活动使用。但因为常年失修漏水，有结构安全问题，加上文化局判定非历史建筑物，所以目前住都中心倾向拆除。拆掉重盖那个太久了啦，有历史价值啦，但是那个里面应该也要重整了啦。我觉得可以像比照小叶园那样，让它留下一点历史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留下的东西已经太少了。关于容之屋，它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历史保存价值嘛。当然，如果有历史文字鉴定有历史保存价值，那一定要保留。那当然，第一个没有，然后第二个是有一派人认为，就是说那栋建筑物都会漏水，结构也不好，会危险。所以综合以上，就是我们目前的规划的态度，还是把它拿作社宅基地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社会住宅里面把原来它有的功能融合在社会住宅里面？所以我才会建议说，那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新兴安居的社会住宅里面要有运动中心跟这个社福的设施？我们都希望国住都中心在做未来这个案子的规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考量进去。那大家觉得说拆掉融资屋很可惜，但是它又没有文资身份，所以那换个方式来纪念它的话，是不是第一个我们这个社会住宅可以叫做融资屋安居？虽然老屋是否拆除意见分歧，但是对于老榕树，地方生意大多还是主张保留下来。住都中心也表示，整体规划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会尽可能的保留基地内原有的绿意。此外，地方也关心社宅完工后，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剧停车问题，希望地下空间能够扩展停车位，平衡地方需求。这个上班的人口，我哪来哪济吼啊？停车的问题嘛是一种的问题啦所以讲住都局去一下吼，地下的停车场应该看会当开放予这个民间的百姓入去停车，安尼较袂影响到咱遮停车的问题。我们在规划设计，未来还会再有多一些原地保留的树木。那最后就是我们之后决标以后，还是会委托树木调查，然后依高雄的树木保护的自治条例来审议。我们大概就更高规格，我们在规划前就已经先做第一波调查了，所以等于是就是依相关规定来办理就是了。该案未来将成为新兴区第一座社会住宅，共规划3栋建物，预计提供595户的空间。而未来历史记忆和绿树保存是否能够兼顾，还需要等待各界的后续持续对话。记者陈军高雄报道。高雄轻轨成员已满周年，除了带给民众便利的交通外，沿线旁的景观再造更是让高雄市容提升。不过，在大顺2路紧接9如路段，路旁就电线杆林立，不仅破坏天际线与市容，更造成视线死角与周边店家出入不便。地方多年来争取地下化，却一直没有下文。现在里长及民众出来陈情，希望政府单位及台电尽速拆除。高雄轻轨成员已满周年，除了带给民众便利的交通外，沿线旁的景观再造更是让高雄市容提升。不过，在大顺2路紧接9如路段，路旁却仍是旧电线杆林立，不仅破坏天际线及市容的美观，更造成视线死角及周边店家出入不便。地方多年来争取拆除及地下化，但却一直没有下文。现在里长及民众出来陈情，促请政府单位及台电尽速拆除。我们里面在捷运的轻轨这个还有存在一些电线杆这些老旧的电线杆基本上应该早就要地下化了，因为在博哲担任里长这10多年来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委员像之前的彩虹委员，后来的坤哲委员柏林议员等等这些民代都有跟台电跟我们市府公务局相关局处都有来会勘过那可是这个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了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轻轨那么漂亮可是这些旧的电线杆还是竖立在这边这不仅没有美观而且这个天际线都破坏掉了那而且在行人交通的安全也会造成一些疑虑啦。电报条应该是拆掉嘛较美观嘛较好啦。我这市容的时阵拆起来嘛较美观啊。他应该把它拆掉，他在那边又不好停车，就妨碍人家做生意然后又不美观，然后就没有交通也没有很方便。旧电线杆不仅破坏天际线及市容，去年山陀儿台风来袭时，更是吹断电线，造成断电及触电危险。掉落的电线也差点砸到轻轨。现在已进入台风旺盛季节，地方也担心去年噩梦再次上演。山陀儿台风的时候，那个风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前面这边也有树都倒掉了然后整个那个交通都阻塞了这个电线的话也是有扯掉一些所以这个地下化是在电杆地下化这个势在必行而且能够赶快来执行。这个预算还是请我们市府能够大力的来帮忙这样子，我们殷期盼的细数现场共9根旧电线杆，所属地段虽占整体轻轨极小部分，
但带给当地民众不良影响却相当大。地方希望政府单位及台电重视，加紧脚步，尽速拆除。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近日，核心客运发出声明，表示将停驶高雄至嘉义往返的国道客运路线，引发各界讨论。由于长期亏损，加上双铁冲击，国道客运市场进入冰河期。国道客运路线一条接着一条关，让人担心未来的交通选择将会更为稀少。位在高雄火车站前的国道客运站点门可罗雀，看不见多少前来搭乘的民众。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和双铁建制完善，属于国道客运的荣光也逐渐暗淡。如今传出老牌客运公司将在关闭一条路线，也引发关注。核心客运它在113年的6月7号，就来文申请说，它届期不续营。那因为它这一条路线每天只有往返各2个班次，所以它不具营运规模。那在这个路线从嘉义到高雄的区间，嘉义到新营这2个营运区间的需求很低，而且有台铁跟高铁还有替代的方案。那公司它的一个所营路线也有部分区间可以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所以它路线还有其他的运具还有运输方式可以替代，所以我们经由评估对民众的影响是不大，那所以就也同意核心客运的届期不续营的申请。核心客运7502往返高雄及嘉义的国道客运路线将关闭停驶。嘉义区监理所也表示，这条路线的核发许可起算自109年6月27日，到期日本就是114年6月26日。核心客运也依规定在1年前办理不再行驶此路线获准，而停驶的消息也让民众深感可惜。以里民的方便、市民的方便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希望说它的路线能维持，让没有办法坐高铁的，或者高铁没有停的站，那有多一个选择，可以继续做这个客运，比较方便，也比较便宜。像是在连假的这种尖峰期间，会让民众的选择性会变少一点。那就像刚才说的，只能剩下高铁、台铁的选择。那这样子，想要搭便宜的，然后或者是时段性比较多的客运，这个选择就会比较少，会比较不太方便。这样，议员也表示，停驶将会让民众搭车的选择进一步减少，提出市府及中央是否有其余办法继续维持路线经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停止，我想对于高雄市民来说，当然是一种可惜跟遗憾哦。那我们也希望中央的相关单位也好，或是高雄市政府也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比如说国道的一些相关的补助来补助这样子的问题，促使这个停驶可以再度来复驶，然后保障市民的权益。国道客运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及其他运具的出现，逐渐离开舞台。而又一线路的关闭，是否预示着产业即将进入倒计时，就有待时间来做验证。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眷村美食总是让人特别怀念。在凤山有间隐身于巷弄中的外省面老店，靠着经典的麻酱干面与自制的虾肉丸汤，一到用餐时间，店里就坐满了在地客人。2般小肉丝干面。藏身在巷弄中的老店，要是想吃，可得特别注意这个不起眼的路标。虽然位置不好找，却有许多从小吃到大的老客人在。一到用餐时间，店里店外全部坐满。这家一天只营业5小时的外省面店，可是不少在地人心中的经典回忆。已经吃了40-50年了，因为他跟我是邻居，我们都是工学的小孩啊。等一下，你们再等了半个小时之后，对不对？你会发现到陆续连车子都没地方停。你可以吃到老板娘真心实意，还有老板为我们做的好滋味，这是家常的好滋味。也会让我们觉得回到家的温暖，它是巷弄里的红白美食站。这个店的话，大概有快50年的经历了，对，因为从我婆婆他们那一代就开始了。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东西就是纯，你东西够纯，它就好吃。麻酱面是在干面里面的话，是销量应该算是第1名。客人对我们家麻酱面的评价都是觉得说，一个就是香。2个就是麻酱面够纯，再来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说，
不像外面说有的时候那个麻酱吃到最后哈都没有那个感觉。那我们是越是吃到后面哈，我们都说你要一边吃一边拌，越吃到后面越有味道。老客最推荐的麻酱干面，一上桌就能闻到麻酱的香浓味道，加上老板特制的肉燥，层次丰富，滑顺入口，搭配店里自制的虾肉丸汤，清甜滋味与 Q 弹口感，不愧是在地居民认可的眷村美味。它的麻酱面的特色就是在老板调味，没有增加任何让你有负担的调味量，只有香醇的麻酱做基底，还有现烫的豆芽菜，还有 QQ 的面，它是巷弄里让我们永远都会常来想念的美食。麻酱面哦，吃起来会特别香、特别浓这样啊，它味道很重啊，麻酱的味道很香、很浓。我最喜欢点他们的加肉丸，就是很新鲜啊，都是限量的，它就是趁新鲜这样子供应。你就晚一点来就没有了。一到店里用餐，仿佛回到儿时记忆中的眷村。一碗干面，一碗汤，不只是美味，也是想念许久的家常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接着带您看到台南，日本大胃王冠军和田大志跨国挑战，来到台南一间牛肉料理餐厅，挑战50公斤牛霸王面，1小时内全部吃完就能获得奖金5800元。体重只有45公斤的和田大志，只用了45分钟就吃完整碗牛霸王面，实力实在惊人。2023日本火力全开大胃王比赛获得冠军的和田大志，这次特别跨海来到台南挑战15公斤牛霸王面。餐厅业者在厨房料理食材时，和田大志就站在窗外看着，像是在刺探军情一样。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铜锣一响，挑战开始。和田大志不疾不徐，先把牛小排捞出切块，策略是将最好咀嚼的牛肉优先干掉，之后再把面跟汤慢慢吃完，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脸上表情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硬撑。餐厅老板张志宏表示，牛霸王面挑战过去只有一位台湾的女大胃王小慧挑战成功，不过看到和田大志只花了10分钟就快把牛肉吃光，已经开始叫柜台准备奖金了。有一些民众的挑战是失败居多。那挑战成功大概有几组？目前挑战成功就只有小慧，有小慧而已。对，就小慧一位。那你觉得他的实力？你目前看起来，你觉得他有可能挑战成功？目前才开始10分钟，就柜台已经在开始发红包了。时间1分1秒倒数。青花瓷大碗里面的汤跟面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少。比赛剩下最后15分之前，和田大志就完成了15公斤牛霸王面挑战，轻松拿到5800元奖金。和田大胃王也说，这家的牛肉很鲜，汤很好喝，但这个菜单不是普通人能挑战的。やっぱり正直一般の方が挑戦するのもかなり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チャレンジメニューだと思います。とにかくお肉がすごく柔らか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お肉って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お腹の中できつくなる食材なので、あと重たい最後平打ち麺が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きつくなるので、その辺も踏まえて結構やっぱり難易度が高いな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した。で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牛肉の旨味がスープにちゃんと入ってて、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はい。吃完牛霸王面，体重45公斤的和田大志，肚子好像也没变大多少，仿佛刚刚吃的全部吃进异次元中，恐怖实力不得不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安平海岸潮差小，地理位置佳，很适合推广帆船运动。台南市政府和中华民国帆船协会日前在雅果游艇码头举办2025台南帆船嘉年华活动，让民众体验府城的海洋魅力。
台南帆船嘉年华热闹登场，就在安平雅果游艇码头。现场除了结合街头艺人表演与市集活动，展售特色文创，品尝在地美食，更安排民众认识水上帆船，免费搭乘出海，乘风破浪。让台南人可以体会一下什么是帆船。帆船运动是一种等于是全世界海洋的一个运动，它不是奢华的游艇，它是靠风。符合 ESG。为了促进推广帆船运动，还特别有香港帆船会的120名选手，12艘帆船参加东亚离岸帆船赛。从香港比赛到安平，市长黄伟哲也准备礼物送给得奖选手，感谢香港选手来到台南。不管是游艇，不管是帆船，都是很好的水上运动。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更多的人参与，让大家养成亲水，而且这个向大海致敬。台湾四面环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尤其是安平港水域有独特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各式水域活动，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记者收怀台南报道。台南市车载寮关怀协会自民国108年承接客委会伯公照护站后，举办许多客家相关活动，包括长辈古乐、手工艺品 DIY 等。日前举办成果发表会，展出长辈2-3个月以来的手作纸黏土作品，呈现客家半桌8大名菜，每一桌都是做得栩栩如生。设在喜树社区活动中心2楼的南区车载寮关怀协会，在理事长陈碧清带领，平时排了不少长辈课程。今年在市府客委会安排，争取客家计划，用黏土 DIY 方式呈现客家半桌文化。这个材质里面大部分都用树脂黏土，它是半透明的哈，所以它做完以后，它还在上色啊，上色。那上完色就因为他们普通时候他们就有在学习绘画，我们也绘画课程，所以他们对他们的颜色的调配都控制的都很好。因为我们板的哈也要呈现给大家看，我们走秀哈上桌啊，我们就是我们上菜的秀，让大家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发表会现场包括市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陈新玉、文教推广科长以及地方里长、学员都到场出席。现场除了有长辈学员古乐表演，另外每位学员还身穿客家花布围巾，将作品用走秀方式带上桌，场面热闹。唱歌也好，做这个手作也好，跳舞也好，会当接触到咱客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音乐，大家伫遮欢欢喜喜，伫遮安尼斗阵，安尼就是阮伯公照护站上重要的使命啦。所以就欢喜大家安尼，逐工到遮来有机会，甲阮客家的音乐一起来唱歌跳舞。身体健康，安尼是上重要的成果。别看这群老宝贝平均年龄超过75岁以上，在理事长与志工的陪伴，经过2-3个月手作 DIY 才完成这21桌桌菜，呈现客家8大名菜，有4文与4炒。每位长辈发挥创意，将每桌菜色都做得栩栩如生。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瑞景艺术珍藏馆在台南市安平开幕，集结茶叶、宜兴紫砂壶、缅甸翡翠与琥珀等珍贵藏品，开创台湾艺术品市场全新高度。同时设立全国最大的琥珀艺术展览馆，透过镜头带您来了解。在热闹的舞狮当中，瑞景艺术珍藏馆剪彩开幕，集结创办人方景亮数十年来的珍藏艺术品拿出来做展示。
地点就选在安平。从参观过程当中，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文物它背后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的内容，那也为整个安平地区的观光又带来一个新的亮点。展馆当中设有紫砂壶赏析、茶艺品鉴、翡翠文化导览等互动展区，呈现东方工艺与生活美学的融合。最特别的是琥珀艺术，文化价值不可估量。云南腾冲博物馆它珍藏的一个算珠链的一个部分哈，那光是这个手链本身的这个价值就500多万。琥珀是我这30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藏，所以在我们2楼整个琥珀的这个展馆，也可以说是应该算全国最大的一个琥珀展馆。在紫灯的探照之下，纹路相当明显。琥珀也是宝石的一种，可以做成手串、佛珠或是招财保平安的物件、摆饰等等，这些都是精选来自缅甸的顶级琥珀。琥珀来讲，黄色的跟白色基本上都属于非常高阶的一个宝石哦。那其他的这个颜色，当然也不是说不好哦，只是说它的产量比较多，这个产量比较少。所以说物以稀为贵。琳琅满目的珍贵藏品，还附上价值证明书，白纸黑字挂保证，童叟无欺。方景亮不仅想吸引更多的收藏家，未来更想举办讲座、公益展览等等，推动中华艺术文化向现代生活延伸。记者周海棠的报道。镜头转向新北桃园，新北市政府1楼西侧走廊展出万金杜鹃摄影展，新北市副市长朱棣之特别到场颁奖，新北市农业局也邀请民众前来参观各界摄影爱好者镜头下杜鹃最美的时刻。新北万金杜鹃摄影展今日在新北市政府1楼西侧走廊展出，新北市副市长朱棣之到场颁奖给16位摄影比赛得奖者奖状及奖金。摄影展展期到6月13号，民众来看展还可拿好康，只要上农业局假日时光脸书参加线上留言互动，可抽万金杜鹃品牌护照及花精灵纸袋袋。新北市农业局也欢迎民众来参观各界摄影爱好者镜头下杜鹃最美的时刻。新北市副市长朱棣之表示，全台80%绿美化的杜鹃花苗都是来自万里金山，栽培已近半个世纪，花农更已传承至第3代，每年产量达600万株。他也特别感谢花农的辛苦付出。万里在金山，在我们新北这边呢，我们每一年的杜鹃的花的产量大概是有600万株，那它大概占了全台湾80%的一个产量。那万里跟金山，其实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再加上杜鹃花，所以我们在新北的一个地方呢，在打造万金杜鹃这个品牌上面，要非常谢谢我们非常多的花农，大家共同的一起努力。那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青农，也借由万金杜鹃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来把这样优质的农业不断的发展。朱棣之也特别指出，新北市营造万金杜鹃这个品牌，凝聚地方共识，推广杜鹃花，获得国际奖项认可。而为记录杜鹃的美丽，新北市农业局广邀各界摄影爱好者，在城市街道、巷弄中捕捉杜鹃花的踪迹。这次摄影展共计有53人投稿，在210件作品中精选出16位得奖作品。也欢迎民众洽公之余一起来欣赏万里杜鹃之美。我们借由万金杜鹃的这个品牌，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11个一个奖项，所以我们希望让新北万里金山的杜鹃花，不仅是在台湾，在国际上也能够被大家所看见台湾杜鹃花的软实力。那同时呢，我们借由摄影的比赛，那让这个所有的摄影爱好者来到了我们万里金山，看到了杜鹃花所拍摄下来的一个美景，那借由摄影比赛，那展出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从所有参赛的作品里面选出了16件得奖的作品，那分别是这个金奖、银奖、
奖跟铜奖，还有特别奖等等佳作的作品，在我们新北市府1楼的一个大厅，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有这些得奖作品的一个展出，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来市府洽公，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万金杜鹃的美好，让我们新北的杜鹃花能够让大家都看见。万金杜鹃摄影展在新北市政府1楼西侧走廊展出，展期至6月13日。现场不仅展出摄影比赛得奖作品，在摄影展期间，民众在农业局假日时光脸书指定贴文参加线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得到万金杜鹃品牌护照夹及花精灵植栽袋各1份。活动共会抽出10位幸运民众，欢迎大家前来一睹万金杜鹃的各式样貌。相关万金杜鹃活动资讯及讯息，可上假日时光脸书及万金杜鹃官网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家庭照顾与育儿负担，桃园市政府推出临时托育措施，包括试办晚间形态临托、缩短定点临时托育申请期限，以及优化线上申请界面。临托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家中有6个月到6岁的婴幼儿家长都可以线上申请服务。为了减轻家庭照顾跟育儿负担，桃园市政府推出3项临时托育措施，包括试办晚间形态临托、缩短定点临托申请期限，以及优化线上申请界面。以往临托必须2天前提出申请，现在只要前一天中午12点前就可以申请媒合保姆，也会在当天通知结果。桃园市定点临托至6月服务开始有3项的优化措施。首先，我们试办延长托育服务时间到晚上8点。我们4处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能够收托孩子从5点延长到晚上8点。那第2项是我们的这个预约的天数，从原来的要前2个工作天缩短到只要前一天的中午12点前提出预约，我们就会媒合来提供服务。那第3项是我们优化了，我们可以线上申请，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育儿资源网来提出申请。另外再预告一个，我们的定点临托现在的家数是43处，是全国最多。那从7月开始，我们会再增加3处，就是桃园、平镇、八德的运动中心，欢迎有需要的市民朋友能够踊跃来使用。桃园的临托服务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晚上8点。如果家长有更长时段的托育需求，可透过居托中心媒合到宅或在宅保姆，这些服务现在都能线上申请。不过提醒家长，单次预约时段2小时起跳，而且每小时200元计价。我们桃园市的定点临托主要是服务6个月以上、6岁以下的孩子。那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他可以到我们的育儿资源网提出线上的申请。那每一次呢，我们至少要预约2个小时，那1个小时收费是200元。按照规定，1个保姆最多能够照顾4个，所以我们会视需要，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提出申请，我们来媒合保姆来提。目前临托服务是结合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亲子馆、家庭服务中心、妇幼馆舍及新住民会馆等场域，媒合托育人员提供临时托育服务。现在据点由原本的3处增加到43处，7月还会再新增3处。家中有6个月到6岁的婴幼儿家长都可以线上来申请临托。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您知道自己的影片也能上电视吗？中嘉宽频开放公用频道征件，鼓励民众投稿创作，邀请更多年轻人参与影像制作。近期集团也深入校园，在凤鸣国中与土城国中举办影像营，让学生透过实作学习剪接技巧与议题表达。孩子们一边剪接一边讨论，这是中嘉宽频举办的影像营现场。学生们以环保、毕业等生活主题创作影片，不只学到拍摄的技巧，更能从中思考议题，用镜头说故事，非常有趣。他可以用第三者去叙述的那个方式的话，是我觉得如果他未来要去当导演的话，是一个人才啊。这是我的想法。未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再跟中嘉这边做合作的话，我是希望这个营队呢能够持续的去办理下去，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持续本来就是从阅读、口说有持续的在做一个推动。那我觉得再过来接上这个媒体跟这个剪辑的一个议题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衔接，可以完整让学生的学习呢更加的优化。为了鼓励优质的内容产出，中嘉宽频的公用频道也同步开
开放影片征件，欢迎第4台的用户投稿，只要内容健康、主题清楚，就有机会登上电视荧幕。今天希望孩子们可以产出一些影片，那么未来可以在社群平台上发表他们的影片，当然也希望可以透过中嘉宽屏嘉禾的公用频道来宣传他们的影片，这样可以结合起来，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杰作。希望今天的收获都可以满满。其实深入校园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现在孩子其实手机或者是平板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哦。所以他们在接触社群平台这些影像的技术的时候，其实也不陌生。所以我们在每一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去询问说，孩子是不是有用过手机来剪影片？其实答案都是比较正向，就是都很多人会用这个。那我们也透过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希望教授他们正确 AI 的一个科技，因为 AI 这种东西其实避免不了，那是如何正确的使用，不会成为 AI 的迷路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拍影片这件事情的流程，从前置到拍摄到剪辑这一套，其实还是可以运用在生活很多的其他方面。我们生活中遇到事情也是可以，像是我们今天试着拆解一个影片这样的拆解出来，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延伸到一些生活上的想法，知道自己的声音怎么样被别人知道，你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怎么样传达出去，怎么样传播，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在这么想。然后可能可以更有影响力，然后拓展你的职业道路，增加你的专长兴趣或者是技能。讲师们都一致表示，现在是影像的时代，从小培养影音制作能力，不仅是未来的加分技能，也能让孩子们的表达力变得更好，也透过这样的课程学习数位时代的资讯辨识能力。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中立有一间在大楼间小而巧的精致甜点店，老板夫妻2人因为爱吃，离开金融业，携手开店创业，坚持用最天然的食材，把美味分享给大家。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位在大楼间的小小店面，橱窗里面的蛋糕、甜点都精致的让人好想吃一口。中立有一对年轻夫妻，他们以前都是金融业上班族，因为喜爱美食，常常四处吃，最后便决定自己开一间店。所有的餐点、饮品跟甜点都是老板夫妻俩自己纯手工，用天然原料制作。尤其他们的生乳酪蛋糕更是店内招牌。其实我们当时会做这一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人吃了太多附加的添加的鲜奶油太多了，我们觉得那个口感太厚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清爽的概念。那所以我们当时会做一个比较少鲜奶油的产品，于是我们就产生了生乳酪这个东西。那我们诉求的第一个就是低糖，再来就是减少奶油的用量，因为我们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常常可以吃到的，没有错。可是吃的健康对我们而言相对比较重要。除了甜点让人赞不绝口，老板夫妻俩还将过去在国外吃到的美味料理复刻在店内，而且配合现在健康低脂的饮食风潮，这些餐点都是用天然新鲜的食材跟好油制成，好吃又低负担。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到欧洲去玩的时候吃到他们的料理，就觉得好像还蛮特别的，就留了一个印象。那后来之后陆陆续续就发现这个东西其实第一个又很健康，那第二个其实好看又好吃，应该是这样讲。那另外一个这个是蒜油虾，那它基本上食材也很简单，就是一些海鲜啊，然后橄榄油啊、蒜头，可是基本上它就是要一个很新鲜的东西。那虾子要新鲜，海鲜要新鲜，然后要用初榨的橄榄油，基本上这个成本都很高，做起来不难，但是就是需要一点那个火候也要掌控一下，因为这一焦完全就不好吃了。那这个的话就是完全健康取向。那它就是用橄榄油啊，然后一些低脂的蔬菜，然后粗肥的鸡肉。那如果你怕胖的话，吃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好的。这个菜其实是因为现在人很诉求健康，那跟我们店里的理念很像，因为我们很诉求健康，所以对我们而言，其实少油、少糖、少盐这些对我们而言是比较重要。虽然才开业5年，已经累积了许多常客。由于开设在社区大楼内，附近居民都会把这里当作休闲放松的地方。还有从开店至今的忠实客人，已经跟老板夫妻成为很好的朋友。事实上，开店以后刚开始，它只有吐司跟饮品。对，它的咖啡呢都是自己烘的豆子，所以很新鲜。我们一喝就知道，因为我的体质比较特别，我只要喝到
不新鲜的豆子就会吐。对，所以有一些连锁的店，我有一些不太能喝，对，但我就是喝到它的以后，我就是会认定它的饮品是我的身体可以负荷，然后就保证是豆子很新鲜，然后烘焙的那个风味是我喜欢的。那甜点它的生乳酪蛋糕也是我们这边首屈一指的。那常常我们家里小孩生日啊，或者是家族有小孩生日，都会指定要吃散步到我家的蛋糕。觉得就是这个店有一种社区化的感觉，就是很熟悉，然后你会愿意来，然后老板老板娘都很亲切，然后东西也很好吃，就是可以放松，静静待着，享受一个人的空间这样子。虽然说已经创业几年了，但老板夫妻俩也坦言，虽然一开始是因为喜欢，但真的要开店了才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开店后几乎没有假日，所有环节都得亲力亲为，辛苦归辛苦，但很有成就感。更意外的，因为开店而跟客人成为朋友，这都是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客人都变好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客人的亲切度很够，所以客人都变好朋友，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真的是不同的生活心态，因为以前我们是上班族，对，所以上班族是比较规律，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全部要自己亲力亲为，然后去动去想的一个体力活。因为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做这个之前工作嘛，其实假日也是到处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其实看了很多东西。那这个其实变成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转化成现在的一个方向，可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很多东西就像你讲的，理想跟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喜欢的，可是你要真的把它呈现出到变成商品来，其实是有困难度的，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就秉持着我们自己想要喜欢吃的，做到自己觉得很喜欢吃的，把它弄出来这样，然后做到可以应该说。做到这个流程是可以弄出来一些好吃的东西这样子。此外，老板娘也将桃园在地食材融入餐点，制作蜜香红茶司康，口感跟外面也比较不一样，是外酥脆内软的口感。她希望让食材在地化，制作新鲜美味的食物给客人。这个茶的司康是结合当地桃园在地的茶叶下去制作的那个蜜香红茶司康。那这个茶味相对会比较浓郁，那我们希望结合桃园在地的所有的农特产去做一些不同的产品别。那它是外酥内湿润的版本，所以让茶香味它会跳的层次会更大。然后会希望的原因是因为希望结合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就近取材。这间店小巧而温馨，大片玻璃窗引来的阳光让空间更温暖舒适。老板夫妻俩特别将店开在大楼社区，邀请大家散步过来放松一下，搭配美味的餐点、手工烘烤的香醇咖啡，以及手工熬煮的果酱跟气泡水，让来访的顾客在这里度过悠闲愉快的时光。记者赖伟一屯报道。基隆市农会绿竹笋评鉴赛日前登场，共有30多家农友参赛，最后由笋农许丽如夺得特等奖。颁奖现场由先生许耀辉出席带领。基隆市农会表示，挑竹笋的诀窍就是弯度足够，长得像牛角才会好吃。下面的那个圆度必须要多一点，它才有可能会比较它的可以食用的那个部分会比较多。基隆绿竹笋评鉴大赛，30多位农友加自家笋子，通通摆上桌，接受评审的评分。利用仪器测试柔嫩度，不管重量、外观，都是评分的关键。你看叶头虽然是就大哈，但是叶长度、这弯度，这弯度弯肥瘦，当然是这一只比较优秀。因为它的弯度，你看它的弯度，它的胖的地方比较多。受到天候等因素的影响，今年的绿竹笋产量比去年少，但绿竹笋要照顾确实很费心，因为它很辛苦，然后呢，其实要靠它养家活口还没那么容易。你要跟天竞争，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你。年轻人他愿不愿意接，愿意接的很少啊，所以我希望，比如说多办这种比赛可以把他的
知名度或是什么，比如说结果也可以弄成跟茶叶比赛一样啊，可以把我们的产值啊，就是那个 CP 值提高啊。经过各项评分，结果出炉，农友许丽如拿下特等奖。我们自己那么辛苦哈，有个公家机关来跟我们评鉴，说我们的竹笋有得到名次，得到比较好的名次，就觉得很有荣耀，很有荣誉感，就有比较有那个动力。咱家人的竹笋甲外口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咱家人大部分种的拢是沙笋，口感会比较好吃，比较爬较甜然后这个价钱的方面因为它今年有较晚出世啊，所以有一点偏高，大概是在200多，有偏高一点。那现在品质是最好的时候，如果要买，现在是真正最好的时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小农，而且我们的地形的话都是坡地，所以产量上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这边的重点工作的话，就是辅导他们农友在农地管理的部分，希望他们在农地管理可以做到说，例如有机啊，或是比较友善的耕作方式。那我们这边的话有计划去配合我们农会这边的话，然后请我们农改所还有我们的植物医生到我们农地去辅导他们农友，让他们提升他们的种植技术。绿竹笋的盛产期是5月到9月。农会提醒消费者在挑选时可以注意5大要点，包括白湾、短肥、像牛角，只要注意这几点，就能挑到好吃的竹笋。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2025台北夜市打牙祭系列活动13号正式起跑，主题美味关系黑白配，强调夜市美食百搭不败。延续往年举办人气票选夜市审美时，更扩大新增明日之星奖，让消费者在逛夜市之余，发掘有潜力也具有特色的优质摊商。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市议员郭昭言以及台北市各大夜市自治会会长及代表一同启动仪式，宣告1年1度的台北夜市打牙祭系列活动正式开跑。今年活动主题美味关系黑白配，强调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夜市通通都有，邀请民众一起来逛夜市，发掘与夜市的美味关系。看到后面的背板就知道，今年呢我们用了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实境的烹饪节目作为我们的构想的蓝图。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更多的观光客们能够了解台北夜市的美、台北夜市的好。那我们今年很特别我们除了原本我们的票选活动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出更多在各个夜市的潜力新秀，让他们也能够有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个新的选拔的奖项。夜市大概是所有的观光客来到台北一定会去的地方。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去逛博物馆，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逛街，有的观光客可能喜欢去做其他的活动，但是到了晚上一定会去逛夜市，吸引我们中南部观光客甚至是国外的观光客来到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个原因就是夜市的一些特色美食各个夜市应该要彼此的串联结合，不只是各个夜市，而是跟我们的商圈、我们的市政府的跨局处的活动都能够去做整合，这样才能够是一波又一波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来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观光发展，然后引进各个不同的人潮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是未来要继续努力的。活动延续往年人气票选夜市审美时，邀请民众推荐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夜市小吃，更新增明日之星奖，邀请民众逛夜市之余，一并发掘具有潜力的优质摊商。
那今年会选择这个美味关系黑白配的原因，就是说，像平常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去夜市买鸡排就一定要配珍奶。那我们希望今年就只是可以打破这个框架，每个人自己心目中可以搭配的夜市美食小吃，那可能是水煎包，搭配柠檬汁，又或者是说鸡排，搭配甘蔗汁，都有各种千变万化的可能。以往去年夜市打牙祭，我们每年都会票选夜市神美食的活动，那大部分都是所有的夜市摊商取前10名最高票的部分来当选我们的神美食。那我们后来有发现，就是说，可能一些比较老牌的摊商，那他可能每年都会榜上有名。那可能有一些比较新进的摊商，他可能就会比较像鱼。那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了一些调整。那每个夜市都会有保障一些名额。那可能比较大型的夜市可能会保障1到3名。那中型就是保障1到2名。那比较小型可能就是保障1名。那我们今年额外的新增明日之星奖。那所谓的明日之星奖，就是说，在这些得奖的摊商以外，这3年内你都没有得过奖。但是你可能也是比较新进的摊商，然后也受到民众的青睐，那你就可以获得明日之星奖。来我们的夜市游逛的话，7月到8月可以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领取我们的夜市美食7折券。那这个是纸本券。那当然也有民众他习惯使用电子支付的部分的话，那我们今年也特地跟悠游付合作。那在7月到8月的期间，最高可以回馈到33%。那可能不喜欢出门的民众，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也有跟 Foodpanda 合作。那他可以透过 Foodpanda 的线上的外送平台，去点餐，去点我们的夜市小吃，买200折30，其实是蛮划算的。希望各位民众还有观光客一同共襄盛举。除了让大家齁夹齁康齁触鼻，配合暑假热潮，台北夜市打牙祭期间还推出优惠折价券，刷悠游付享回馈金，外送平台优惠序号等好康活动，邀请民众体验台北夜市的迷人魅力。台北夜市，金价好价。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6月7号，中嘉宽屏集团首度在苗栗西湖度假村举办幸福家家 Join 员工家庭日。集团董事长郭冠群亲自主持，携手副董事长费鸿泰、总经理陈佐明与来自全台12家系统营运商暨总经理、集团各高阶主管同台参与。现场共涌入超过600位员工与将近900位眷属，总参与人数突破1500人，写下我国有线电视史与宽屏产业首度举办大型员工亲子活动的纪录，展现中嘉以人为本、重视员工福祉的永续企业精神。是谁？这位呢？看，是我们中嘉集团的白的同仁，好可爱，亲很棒。中嘉宽屏幸福家庭日活动以活力四射的韩籍啦啦队明星李雅英热舞揭开序幕。随后，郭冠群董事长登台致辞表示，幸福企业的价值来自每一位同仁的努力。今天不只是中嘉人的聚会，更是中嘉与员工家庭之间情感的延伸。企业照顾员工不只是职场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支持者。费鸿泰副董事长致辞强调，中嘉在推动 ESG 永续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理念。企业发展不能只是数字成长，更要关心人的感受与生活。整场活动设计融合欢乐与健康，安排有亲子互动关卡、有奖征答、超人气抽奖活动，以及全天候免费游园、特色小吃摊位，让员工家庭共享悠闲时光，将幸福家家的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3、2、1，请往前推，请起步。中嘉总经理陈佐明指出，这一次活动筹备超过3个月，感谢各单位与员工代表共同努力。他表示，期望透过每一个微小但真诚的活动设计，让员工与家人感受到中嘉的温度。这不只是福利活动，更是永续文化的实践。凝聚心很重要，一个好的员工一定要有后面家庭、朋友、亲情的支持。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家庭日，所以说我们是要凝聚同事，凝聚同事的后面最支持他们的力量，然后办一个活动，让大家一起庆祝，一起享受。因为有各位的努力，我们中嘉才会
才会有今天在社会上的好评，中家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一定要靠各位家庭的和谐，还有我们中家大家庭的共同努力，让我们好好创造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繁盛。家属的参与，还有这些亲友的参与，代表我们中家集团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真正的大家庭。那今天家庭的举办，其实彰显出我们中家集团是非常重视员工平常的生活以及家庭的这个平衡感。所以呢，我们平常员工在认真工作之余的话，后面一定有一个家庭默默的全力支持，那他们才可以工作上有良好的表现。好，来各位新好朋友们，中家集团，耶！本次家庭日活动也结合永续报告相关揭露指标，具体呼应国际准则。根据 GRI 401之2指标，本活动属于提供超越法定要求的员工福利。对照 GRI 403之6，也强调促进员工身心健康与家庭连结。从 SDG 角度来看，本活动有助推动 SDG 3健康与福祉与 SDG 8体面工作与经济成长，体现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行动力。活动尾声在掌声与笑声中圆满落幕。多位员工受访表示，这样的家庭活动让人感受到公司不只是工作场所，更是一个关心家庭的支持平台。今天来参加家庭日的活动，心情很开心，然后抽到大奖，心情更开心。抽到什么 ？iPhone， 好赞！我跟着你感觉很好啊。然后我刚入职3个月，然后刚刚好就办这一场的活动，然后很荣幸可以参加，然后又刚刚好又中奖，真的很开心。这活动还蛮不错的，因为刚好就办在苗栗，所以而且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来苗栗玩，所以可以借由这次活动来这边体验一下。今天跟谁一起过来？哦，跟爸爸跟我老公啊。对，这个家庭日活动哦，那你整体感觉怎么样？好，接下来还不错，我们要继续。我觉得很棒，我希望中家可以多办这个活动，就是可以带眷属一起出来踏青，然后还有游览车接送。未来中家将定期举办相关员工活动，并纳入 ESG 长期行动计划，持续深化人本文化与永续经营的实践。记者黄瑞生、陈淑平、张启腾苗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家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